Hello，大家好啊！波記又嚟到壽里銀灘海悦灣呢度啦吓，咁我依家位置就係呢間房，即係跟住落嚟要分享嘅呢套房嘅出邊呢度，呢個露台足足係有1000尺嘅吓，大家可以見得到，包括身後邊嗰邊仲有嘅呢一窄過千尺，即係相當於買呢層樓可以利用呢一個過千尺嘅一個大天台咁咧呢邊望過去邊度咧？呢邊望出去係我哋樓下嗰啲花園啦，可以見得到嗰啲綠化非常之唔錯。海悦灣佢嗰個綠化做得都係比較靚仔啲嘅。咁呢一集咧望過去就到我哋嘅嗰個迎海樓下嘅嗰啲商業街啦可以見得到呢一排呢邊。即係我依家睇嘅呢棟樓咧，隔離咧就係迎海南區，對面迎海北區，樓下啲食肆包括啲商業按摩店呢啲全部都一應俱全，相當於住喺呢度落樓可以享受一站式嘅配套，包括後邊亞婆角市場就係呢個位置啦非常之方便。平時如果喺關口過嚟坐車嘅，直接可以喺樓下呢邊落車噶啦咁跟住落嚟帶大家睇下入邊呢層樓保養得點樣？咁一入到嚟咧，呢邊呢個位咧可以見得到，專門係攞出入嘅啦。另外仲有一個假如話仲有人話擔心嗰啲安全問題嘅，呢個牆可以拆嘅，又或者你哋可以做翻呢啲又得推拉門，將呢個位置唔要佢做通鋪，直接推拉咁樣出去又得即係睇翻你哋個人需求啦。咁一入到嚟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廳啦。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套咧係75個方嘅大兩房成個開間咧大概差唔多去到3:3嘅，餐客一體連埋一齊呢套房業主早期自己住過嘅自己住過。咁跟住落嚟帶大家睇下個廚房啦。雖然話佢住過啦，但係咧佢係冇煮食嘅嗰啲痕跡啦，包括油煙機係未用過噶啦另外一個過到嚟呢邊，我哋生活陽台啦業主講咗啦，好似買呢層樓呢個係送嘅，其他係冇嘅咁呢邊後期可以做翻一個風窗啦呢邊廚房大概就係咁樣嘅情況啦。衛生間成個海悦灣就得呢度先至做到一個係乾濕分離嘅呢個衛生間，其他海悦灣其他棟數嘅冇噶啦再過到嚟睇翻主人房啦。呢個主人房大概差唔多去到有15個方左右度啦，做一個大嘅一個落地窗戶啦，即係顯得咧成個間房採光係非常之靚仔嘅因為大家可以發覺到咧海悦灣其他嘅戶型同埋呢層樓嘅呢個戶型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呢個屬於係後期係跟住我哋嘅迎海當時個設計一齊搞嘅，包括呢個客房，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呢個客房同早期我哋如果海悦灣嘅就得呢一少少嘅，呢度全部係牆嚟嘅，但係佢呢全部做晒成面牆俾到我哋顯得兩間房咧佢嗰個採光啦，包括通風效果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啲嘅，因為兩間房嗰係做咗兩面推拉窗戶嘅層樓大概就咁嘅情況。照翻老規矩，嗌翻我哋嘅攝影師哥哥俾個空鏡，最後同大家總結翻，咁我哋轉頭見。好啦，啱先就再帶大家睇翻成層樓嘅一個情況啦，相信大家已經睇得好清楚啦。最後同大家匯報翻呢層樓嘅咁呢層樓咧業主係無欠款嘅直接可以交易
價格係38.8萬啊！如果有睇啱嘅，可以聯繫我哋啊。另外一個咧，呢層樓實際上最大嘅賣點就係呢個位置啦嚇，送一個1000尺嘅一個地方俾到你哋自己去適當去利用啦。另外一個咩咧？另外一個內籠嗰邊基本上2個房間唔需要執噶啦，最主要係可能係嗰個客廳嗰個牆面電視呢邊，因為業主早期係攞咗有啲嘢黐住喺度，可能仲要油一油啦。呢係關於呢層樓內籠嘅情況啦嚇。咁咧最後呢層樓有咩唔同咧？啱先講咗啦，因為佢屬於係海悅灣嘅後期嘅，包括大家可以見得到咧，後期佢有2棟樓，呢一棟同隔離嗰棟，佢嗰個設計包括用材用料咧係比海悅灣前期嗰啲都係比較好啲嘅，因為佢係跟翻迎海呢一邊嘅，包括外立面都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好多人可能都會搞錯咗啦嚇。實際上呢2棟佢都係屬於係海悅灣嘅啦。咁另外一個呢層樓啱先同大家講咗啦，落樓食肆、超市、街市包括嗰啲咩按摩店、休閒娛樂嘅，包括我哋一個診所，呢個診所對面就有一間診所喺度啦，即係普通嘅頭暈身㷫，落樓就可以去揾得到醫生就診噶啦嚇，食嘢各方面都係一應俱全啦。咁最後咩咧？就係呢個騎樓就留翻俾你哋自己去想像去發揮啦嚇。咁今日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俾大家啦。假如有睇啱嘅，嗱聲聯繫波記，每一日喺關口嗰邊都有車接大家過嚟呢邊去睇樓噶啦嚇。咁最後又係嗰句，買樓揾波記，絕對冇閉翳。